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咧，就係同大家咧介紹咧就係我身後面啦，呢個丁雅苑一個2房2廳一個埋盤單位。咁啊，相信咧，大家咧近期你都會鍾意揾一啲咧大維修咗嘅屋苑啦。咁我而家介紹嘅丁雅苑咧就係其中之一啦。咁佢前幾年咧就已經完成咗大廈嘅維修啦。咁啊，短期內咧都唔需要擔心咧，仲要再夾錢或者咧做啲大型嘅工程。咁啊，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居屋嘅屋苑嚟嘅。咁成個屋苑咧都係以補地價，咁啊冇分綠表同埋白表之分嘅。咁啊，佢一共咧就有3座，咁佢位置咧就喺大元村附近。咁啊，而家望到啦，隔離大元村，咁之後呢度咧就係丁雅苑，咁位置咧就屬於正中大旺。咁佢咧就自成一角啦，咁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屋苑自己劃分咗，咁啊入到嚟咧就好舒服、好靜嘅。咁啊外貌咧就係咁樣嘅。咁下面咧都有啲停車位。咁另外呢度行返過去大元村咧，其實咧都係幾分鐘啦。咁啊嗰邊咧就有啲唔同嘅衣食住行配套，同埋咧係巴士總站。咁啊呢度咧就係拎信嘅地方。咁啊屋苑嘅大堂咧就係咁樣嘅。咁啊全部咧都整過晒。咁啊有2部 lift 啦。咁啊一部係單數 lift，一部係雙數 lift。咁換言之啦，每層樓咧都係得1部 lift 可以去得到嘅啫。咁啊1梯8伙。咁我哋上返個單位睇啊，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咧就係495尺啦，入到單位啦，右手邊咧就係廚房位置。咁廚房咧個空間非常之闊落，咁啊可以做到咧2排嘅櫃啦。咁一邊咧可以係煮嘢食嘅地方，後面咧可以擺好多唔同嘅廚房嗰啲機啊，譬如咖啡機啊、麵包機啊、光波爐啊等等，同埋咧備菜嘅空間非常之充足，因為佢將個騎樓位咧都已經咧打通埋成個廚房。咁之後再行入去啦，就係廁所啦，同埋咧個廳。咁我哋睇咗廁所先，咁廁所都有窗嘅，咁啊已經做咗企缸。咁啊呢度咧就係洗手嘅空間啦。咁咧廁所嚟講咧都尚算係闊落，咁但係咧就對比起廚房嚟講咧，咁呢個空間當然就細啲啦。咁成間屋咧嘅裝修咧都係乾淨企理，咁之前業主咧都係簡單咧油過油翻新過，咁要求唔高或者放租嘅朋友咧，其實就可以即刻就可以拎出去租或者自己住啦。咁我哋睇翻啦，咁客廳咧主要分翻2邊啦，其實主要就 L 型嘅。咁而家呢邊咧就係睇電視嘅客廳。咁啊可以咧呢度擺個3座位嘅梳化啦，咁後面我而家企嘅位咧就可以擺個電視機，咁就算咧可能50寸嘅掛牆電視咧都夠位擺。咁另外呢邊啊就可以擺餐台啦，同埋挨住房嗰埲牆咧可以做啲高身嘅櫃，咁咧你就可以擺到好多唔同嘅雜物，咁啊都叫做咧左右兩邊廳分明。空間咧都好充足，因為丁雅苑本身係間隔咧實用率非常之高啦。咁你見咧房大廳大，咁啊所有嘢咧都係方方正正，咁啊唔會有啲浪費地方嘅空間。咁我哋睇埋2間房，咁呢個咧就第一間啦。咁咧都係方方正正嘅，可以擺到雙人床加衣櫃，加張小嘅梳妝台或者書台都冇問題。咁之後我哋睇埋第2間房。咁第2間房咧，呢間咧可能就會長身啲啦。咁一樣咧可以擺到雙人床之餘咧，咁啊書台啊、梳妝台都冇問題。咁後面咧其實仲有個凹位，可以做個大衣櫃。咁而家業主咧都就咗呢個凹位咧，就做個衣櫃。咁空間咧就拍床咧可以拍晒邊啊，所以變咗咧擺嘢都好好擺，就算咧5尺床咧都擺得落。咁望翻出去啦，咁主要咧都係望翻學校景同埋咧太平工業村嘅景觀，都會望到少少大元村。咁雖然咧都係樓景為主啦，咁但係咧都唔會話好局促、好有壓迫感，因為佢樓層咧都算中層，都有光透到入嚟。咁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， 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要睇呢個單位話知我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